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3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8篇，民数记21章第4节到第9节，希伯来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举起。耶稣基督曾经说过，正好像摩西在旷野举起的铜蛇，人子也必须被举起，要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到永恒的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3章第14到15节的经文。后面接续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他谈到上帝那么的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，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恒的生命。因为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到世界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借着他来到拯救的世人。耶稣基督非常明白的将自己比喻成为旧约出埃及时期的铜蛇。这个记载正是出现在我们今天要读的旧约经文民数记21章第1节到35节这一整段。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战胜了迦南人，在此以后以色列人却又再度的因为没有水、没有食物这样的议题，就起而攻击上帝以及上帝的仆人摩西。也因此在此之后，他们就失去了上帝的保守。在绕过以东地区的时候，他们在旷野遇见了毒蛇，许多人因为毒蛇而被咬死了。后来以色列人就反悔，恳求上帝的怜悯，上帝就赐下了一个特殊的医治的方式，就是上帝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这个柱子上面，让以色列人去仰望。民数记这样记载，以色列人离开何珥山，朝通往红海的路上，为的是要绕过以东地区。在路上人民不耐烦起来，他们攻击了上帝和摩西，说，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，要我们死在这没有食物没有水的旷野呢？我们再也咽不下这难吃的东西了。于是上主叫毒蛇进入人民中间，许多以色列人被毒蛇给咬死了。人民来见摩西说，我们出恶言攻击上主和你，我们犯罪了。现在求你祷告上帝，使这些蛇离开我们。摩西就为了人民祷告，上帝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柱子上，好使被毒蛇咬的人因为望见这蛇而活。于是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柱子上，被毒蛇咬的人一看见这铜蛇就活了。耶稣基督成为铜蛇这个记号被举起，并且让所有仰望他的人都能够得救、得到救恩、得到医治。
这个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将来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牺牲。如同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所说的，让凡是相信他的人都能够得救。这里的凡是其实就是在讲所有的人，相信他也是就说所有举头看铜蛇的人，这些人都要如同民数记21章的经文所说的得救了，不至于死。希伯来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，圣经说，蒙上帝选召的信徒朋友们，你们应该思想耶稣，他是我们信仰宣认的使者和大祭司，他忠心的选召他来工作的上帝，正像摩西忠心于为上帝之家工作一样。盖房子的人所得的荣耀超越了他所盖的房子。同样，耶稣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。每一间房子都是人所建造的，但是上帝创造生命，摩西在上帝之家做忠心的仆人，为上帝在将来所要说的话作证。然而，基督以儿子的身份忠心治理上帝的家，如同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和勇气，我们就是上帝一家的人了。希伯来书说，耶稣基督拯救的工作超越了摩西。当然，耶稣基督多得荣耀，因为他并不是世上的人子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耶稣基督他不但成为永远的大祭司，他自己更是成为了被誉为上帝的救恩被举起的铜蛇，使所有陷入在困苦中的人都满有盼望，因着举头仰望而能够得救。就现代医学的角度，以铜蛇为记号，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的 logo， 就是以一个棍子外面绕着铜蛇为记号。可见圣经的铜蛇之救恩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人类医学史的概念。也就是说，要救人脱离类似铜蛇的攻击。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知道的，比如说脱离黑死病的威胁，脱离如同武汉肺炎，我们把它比喻成现代铜蛇的侵袭。医学想要追求的就是一种上帝拯救的一个能力，但是这有很大的差别。现在医学他们所凭靠的是人的力量、科学的知识、统计的研究。如今全世界因为武汉肺炎死亡的人数有6874860人，确诊的人数高达了67585005人。可以说，每100个确诊的人当中就有1个人死亡。如果我们以全世界80亿人口计算的话，确诊率约略为16%。
现代的医学科技在这一场武汉肺炎的战役当中，帮助的人民非常的多，这是不可否认的。但是似乎还是相当的缺乏，确诊、死亡人数仍是每一天都在增加当中。是的，我们需要医学，需要自我防护，我们更需要那被高举的耶稣基督之医治与救恩。诗篇128篇，敬畏上主的人多么有福啊！遵行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你劳碌得来的够你食用，你必定快乐。凡事亨通，你的妻子在家中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，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像小橄榄树。敬畏上主的人必定这样蒙福，愿上主从锡安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目睹耶路撒冷的繁荣，愿你活着看见你的子子孙孙，愿以色列国泰民安。感谢上帝举起你的救恩，让所有举头仰望的人能够得到救恩。基督就如同铜蛇赐下永恒的拯救，使我们有盼望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